主要有就是看到那种竹签呐，就竹签如果说鱼吃到啊，那一定是会死掉的。啊，或者是塑胶袋，那塑胶袋的话也没办法消化，这个就对环境会糟。还有保丽龙，对，这一些比较常见的。我目前海洋废弃物最大宗的就是当然就是蚵棚了那蚵棚它就是一个竹材竹子去加工的再来就是它的浮具浮具的量也不少，主要也是保丽龙。再来就是我们的渔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蚵棚的一个管理机制我们目前有一些措施了像总量管制，就每一位蚵农他养的数量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核定了那这个总量管制它就不能超过我们核定它的数量那再来就是说它要申报这个申报制度就是它每一年都要向渔会来做一个申报，它养殖的一个棚数那就要做申报。那申报以后，我们后续就会做一个管控。等它养殖完成，它回收的棚数要一样。如果它有少，那一棚就要花3000块。目前大概就是有做再利用的部分有做我们有机肥燃料或者是一些一般的一些肥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都做了非常的都很健全那另外我们在这2、3年也跟龙崎这个农会，因为龙崎农会它本身就是我们黑竹炭的一个特产的一个农会所以由他们原有的设备它的窑去做我们这些我们所谓的海竹炭。就是利用废弃科架，那我们就是研发出了一些海竹炭的系列商品。那其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海竹炭的竹醋液，那它这个利用在我们的吸附异味像是我们的厕所，或是说是我们有人在抽烟的话，它都可以有除臭的功能。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海竹炭的除臭包，我们可以放在衣柜鞋柜它是一个环保，然后可以重复利用，拿去晒太阳都可以重复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对于海洋垃圾其实坦白讲，各国也都非常的在意，尤其对了让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更好。我们台南市从2021年9月开始追踪我们台南市的海废的一个清理，当年度到去年2022年已经清理了将近3000吨，3000多吨，到今年已经清理了将近5000吨那所以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做，也希望说让我们的环境更好。那我也希望说这种东西最好是大家不要丢垃圾嘛，就不要丢海洋，不要把垃圾随便丢弃在海洋中这是最好的，免得可能你丢1公斤垃圾，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清理掉。所以呢，因此希望大家最好还是把垃圾带回家丢到正常的地方，不要再丢到海洋里，不要污染我们的海洋。了是各位欢迎收看6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摆脱行人地角的见效代，这回伫议会无分哪里拢侪建言。其中议员李正国伫总日顺地要求市府参考台北、台中的规划，一步一步将机车提出顶仔卡人行道，先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来试办，以互行人安全舒适的空间。政府严格执法，要来洗清行人地角成为热门话题。其中议员李正国伫总日顺就建议台南参考台北、台中的霹雳，规划将机车退出顶仔卡人行道，甚至已经有时间表。嘛进一步呼吁伫公有停车场的绿地、地下道等路外增设机车架位等配套来落实人本交通。对此，高局长嘛赞同因地制宜来示办。我们的主要项目能够转移到合情合法的一些停车空间。坦白讲，台北这个动作有点像钻石断腕，而不是我们在细缝中找细缝来解套目前的窘境啊。
这样子我们的城市才有办法去成长跟茁壮。像我们那个规划了很多的停车场，我们是不是在路外一些空间也给它内缩，制造一些机车的停车格？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多蛮适用的啊。我看到很多我们的公家停车场旁边就是一个小绿地，上面长满了杂草，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你都可以退缩变成机车停车格。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去检讨，机车需求很大的地方能够例外开放来做停车使用哈。我们划设公共停车格的这个空间之后，不过前提是必须要预留1.5米以上的人行空间，所以它其实是在兼顾人行跟机车停放的需求的一个平衡的措施的。当然我们看到台北市的这些路段，其实它都是在比较宽的这个路段，所以它其实把机车移出人行道或骑楼之后，它其实摆在路面上，或者是摆在巷弄里面，它也是需要解决这些机车停车需求。如何彻底解决交通问题？议员以韩国推动全民交通安全教育优先为例，要求教育便利教材纳入课程。对此，市长王惠婷嘛相当认同，强调一定要对家庭、学校甲社会教育三方面导入。我们的行人过马路看手机，就是之前的社会那个电视新闻看到有一个妇人啊过马路边看手机，而且走到快车道上去了，过了马路还走到快车道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个是学校教育，一个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都要同时并进才行。为了打破行人地价的影响，议会无分哪里持续提醒社会对于人行安全的重视。台南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因为台南37区只有2座体育运动公园，甲其他县市比起来有真大落差，所以议员杨忠成伫总质询的建议，伫西湾地方地来设立。不过因为该提案被当地里长反对，甚至策划宣传体育公园的污染地方，嘛互议员相当不满，要求市长主持公道。但市目前只有新营甲安平2座体育公园，以加建的比例甲其他县市比起来差一大截，所以议员杨忠成伫总质询积极向市长请命，嘛具体提出希望伫西湾地方地设立，不过该提案一出却引发当地里长强烈反弹，甚至以策应高赛定污染来误导地方。对此，罗局长回应，体育运动公园是进步城市的象征，所以议员进一步要求市长主持公道，用上佳经费得当设立来充分利用。咱宠物公园是要来做伫这个中央一站，包括咧带狗仔咧行遮。市长，你看这个地点有适合无？所以我希望我伫去年就把这个案提出来，要来拜托。这个宠物运动公园，咱得赶紧来落实啦，莫搁再互地方遐吵闹闹啦，做了，就大家会受益到，就感觉到市府会优先，会当为着这毛小孩来设想啦。因为西湾志洪池伊个所在腹地完了袂少了，所以应该人的游憩设施甲宠物公园是并行不悖。因为这个所在比较迄个或者咱原来迄个和新营迄个或者南营绿都心来讲迄个所咱这个所在袂比伊较细啦。所以你讲人的游憩设施我嘛会当设，甲宠物的公园嘛会当设，所以是并行不悖啦。占地4.2公顷的西湾地方地，算是眼眶上大的休闲中心。不过，当议员争取要设立体育公园，以及已经完工的国际溜冰场加消防队的建设以外，该里的里长却批评爱兴护地方历史景观，甚至要发起罢免。毛议员相当无奈，要求大家公平，所争取的建设敢牵涉任何私人利益。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讲到四群星，真正是有讲不完的历史故事。所以议员李启伟伫总质询的建车市府伫四群星设立简易的码头，以及全面开放内外海水域来发展海上观光，和海上活动成为全民运动。
是昆新自古以来就甲安平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昆新湖风尾高的连接安平运河，加上四昆新红树林自然生态丰富，所以议员李启伟伫总理孙就强调，才有讲不完的故事，所以建请市府伫当地渔港设立干叶码头，方便游艇停靠来发展海上观光。这个小镇吼，拢会当看出吼台湾吼沧海桑田历史发展的脉络啦，有讲不完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啦，吼。所以咱政府我哪会当这个像四昆生这边吼，我当一些基础的一个设施吼，设置的一个简易的码头，让民间游艇业者也是可以来做个经营啊，吼，串联沿岸内外海的水域吼，将可以带动海上休闲观光的地方发展。这部分目前有一个渔业的码头啦吼。这设施是无盖好啦，目前差不多停2台，人也要开差不多停9台吼。事实上内底应该有30台以上的这个渔船啊。我有跟这个安平港的，伊这是安平港的范围内吼，咱有跟伊协商啦吼，讲是毋是来做一个像二则建议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游艇码头。因是有跟渔民讲，这个方向会当无？渔民的意见是讲，大概是来协商一下，看有法度。以这个无互相干扰的方式来做处理安尼啦吼。迎接台南4八，政府甲民间有一连串活动，加上疫情解封以后，安平港湾持续吸引业者投资前景看好，所以议员嘛进一步呼吁政府全面开放内外海水域，互海上活动成为全民运动，同时带动地方发展。台南新闻管及林英庚采访报道。热天就是酸海产季，但是玉井农民因为今年产量有限，无通路来卖，正烦恼唔知要哪处理时，台南建顺贸易公司董事长苏明祖就主动提出要替农民来卖，除了邀请亲朋好友，每一箱酸叶伊家己个补贴200块，要互农民得到应该有的利润。短短2天就卖出200箱，目前已经陆续交货。西友苏明祖一次甲社团好朋友地春元开讲时知影，伫玉井种酸叶的农民好朋友有行销困难，主动要求要来帮忙行销，而且每箱阁补贴200块，互消费者会当用更较好的价钱买到好食的酸叶。这些小农们因为他们的土地非常的小，所以他们产量是非常的少，他没有办法进入正式的销售体系，必须要靠他们自己去销售。那么往往因为物价的波动，然后它的产量又少，然后他们又不会销售，所以常常他们的收入就很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就希望说，3年以前开始，我听到这样讯息，是我的老师傅郑春元董事长，他告诉我这样的讯息之后，我就说，那我们发动我们的朋友们，是不是都来替他们来这个销售？因此，我们在1斤600元的状况之下，我个人再补贴200元，就是事实上消费者只要以1斤400元的价格就能买到。除了帮助农民行销，苏明祖伫6月份也将举办生产用餐礼仪以及品酒零食活动，全部拢是免费来推广。我们6月份将办理一个西餐的用餐礼貌以及酒杯品酒的认识的一个活动。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苏明祖除了伫家己的亲友团发起号召，做伙帮助农民，也伫各西主会发布这项优惠又有意义的消息。短短2天的时间，就卖出200箱的酸叶。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但是向阳西主会结合西乡西之爱心，将一批轮椅捐予阿南病院甲美好基督教会，希望帮助行动无方便的民众，会当有更较好的就医甲照护品质。受到国际西主会300低湾区总干施松吉及时救援、快乐奉献的启发，台南市向阳西主会特别发起助力转动、启航未来轮椅捐赠。活动得到永裕建设以及三燕兄弟人员的大力支持，共同采购了一批轮椅，要来捐赠给安南病院以及美好教会。此次的捐赠的行动是在于帮助行动不便者能获得更好的医疗的一个支持，也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资助的一个照顾，让他们的身心能够得到安全的起步。那这项的友善的公益的行动，
也受到了我们国际狮子会300低湾区我们的总监施松吉总监及时的服务，也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所启发。我们向阳狮子会这一次举办的这个助力转动启航未来的活动，这个谢谢大家今天的请假，我们先给我自己掌声鼓励，谢谢你们。非常开心，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助力行动，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在这个社会，我们贡献我们一点点小小狮子的力量，让这个社会更好、更美满。受证的2个单位也会进感谢中，感谢向阳赛主会的无私奉献。今天我们后来有3个大楼，加上地下室停车场，总共有4个出口。那如果像以前的租车那个甲地租乙地还，它也不要压证件，这样当然很方便所以开始就变成轮椅不太够，因为会有地下室有10几台或各个哪一个门会缺轮椅的亲人这样出来。那所以感谢一下狮子会来帮忙。教会也预备了一部分的这个轮椅也谢谢我们看到徐议员仁惠会长还有呢吴会长他们呢给教会这个机会，再给我们这样的轮椅加强更多的服务。会长吴清水表示，伊也将持续致力在公益关怀弱势，一时这行动展现赛主会宗旨，也希望透过这撮捐赠活动，会当唤起社会上更多人参与公益活动，为社会做贡献。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高雄寿山最近有真侪狗走到市区讨食，甚至阁有伫遮走入去超商抢金蕉的。动保处接到消息，虽然用人掠着，先交予寿山动物园安置，讲是要予伊反省几工才来野放。不过，这款情形愈来愈严重，地方嘛要求政府要想办法解决。就是这只猴子跑下山来爬爬灶，被农业局放置的诱捕笼逮个正着。就有当地民众认为，这只被关在笼里落网的猕猴，该不会就是日前跑进超商里抢走香蕉，还大剌剌跳到商品架上拆包装、大吃特吃的那一只猕猴嫌犯？基本上因为猴子基本上都长得一样了就是说很难去由外观就是特别是一定的距离以上我们很难去判定它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一只猴子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基本上也先抓到这只猴子的话，我们后续还会再派人持续观察2张照片放在一起，看起来还真的有几分相似，但农业局无法确认是否为同一只。再加上最近天气热，水源稍显不足，下山觅食的猕猴或许不止这一只。其实呢，以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呢，在这10年间的调查，它的数量其实没有太大幅度的改变。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反而是应该要去了解说猕猴为什么要下山。像以猕猴的情况来说，他们是母系社会，那公猴呢本来就会向外播迁，那加上呢最近有缺水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是想要下山找一些水源的状况。基本上我们还是当然还是会就是持续去观察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民众真的发现猴子在民宅里面附近出没，那当然就是不要去随意的去干扰它。那最方便的方式还是跟我们市府做通报。当地民众对于猕猴入侵的情况早已见怪不怪，但是农业局获报后随即展开诱捕行动。对此，台湾猕猴共存推广协会指出，野生动物本来就有迁移的本能，会需要交流移动，因此下山是很正常的。我在全年照片里面看到的这个，它其实是算是雄猴。那雄猴呢，它成年之后本来就要向外移动、向外播迁，去寻找新的社群加入，然后呢，让他们的基因可以互相交流。基本上就是抓到的话，我们会暂时先移交到我们这个寿山动物园去做一个收容安置。那当然收容动物园那边可能也会择期就是观察一下它的行为状况那适当的时候才会做一个野放的动作。这只被抓到的猕猴已经由农业局动保处交由寿山动物园安置。虽然山中是猕猴的栖息地，但若是下山抢夺食物的情况太过频繁，居民还是会感到害怕。该如何在猕猴
猴的自由与人类的生活品质中找到平衡，还有待持续观察。记者潘志光、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今年荔枝介绍一斤大概150到250之间，也算是袂歹。所以高雄市建局为了防止荔枝被人偷摕，启动了保护专案，不管日时也是暗时，拢安排警力巡逻，要来保护农民辛苦归冬的生活。全副武装搭上巡逻车，仁武分局的警员们准备前往荔枝园进行例行性巡逻。我们这边出发到新山新山因为我们这边产地的这新山里、河山、孤山过去都新田、大坑，还有同里这边是我们大树区整个主要产地。抵达果园，可以看到整片的荔枝树就种植在马路旁。若经过的民众想要偷偷摘取，看起来难度也不算太高。再加上现在正是玉荷包的产季，为了防止量少价高的玉荷包遭到有心人士偷窃，仁武分局启动护荔专案，保护农民的耕作成果。因为农民的心声是在我们所防卫的重要件之一，所以说我们副局长特别指示我们大树区。3个所就是我们大树所、西埔所，还有我们9区所，甚至我们侦察队还有警备队都投入一个这个区块来维护我们农民他们的新生产物。价格比较好，被人家偷的那个机会会比较大你如果价格不好，就比较不会有人会来偷。这次的护荔勤务是由辖区的大树分驻所与西埔派出所结合市警局、保安大队、侦察队、警备队等多元警力，不分白天或黑夜，都安排人员定时巡逻，特别会在夜间山区果园加强巡检，确认有无可疑的人车，极力遏止窃案发生。这就是我们的巡逻箱，我们的每次有巡逻的话，我们都要2个小时都一次，尤其是深夜的时候，我们加强这个重点。因为深夜那人比较近的时候，当然这个窃险的他们的有这个几率会比较高，所以说我们特别加强这个阶段的实施作为。那个签名表都吊在我们的荔枝园上他们也在签名就有吓阻作用。如果有一些小偷要来偷，他们看到有警察在巡逻，就有吓阻的作用了，对我们很有帮助真的。今年荔枝因为天气炎热，雨季来得比较晚，因此产量不多，而且价格相对高。警员们每2个小时就会进行巡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尽力守护农民辛苦1整年的心血。记者黄冠维、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有关全国文化资产相关的任务，今年第6届国家文资保存奖日前公布得奖的名单。这届由高雄知名景点逍遥园来获奖，而这嘛是顶一届2020年打到英国领事馆获奖以后，高雄成功连霸。充分体现出日治时期建筑美学特色的逍遥园，自2020年重新开园后，成为高雄知名的网美打卡热点。如今更独得有文资界奥斯卡之称的第6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项肯定，也成为继打狗英国领事馆后，高雄成功达成2连霸。对于高雄的长久以来的文资保存工作，其实算是一个肯定，因为连续的话，我们的场域获得2次的这算是比较属于奥斯卡等级的那个奖项，对于高雄而言的话，也是对文化资产界的一个蛮振奋人心的事情。逍遥园建于1940年，是日本贵族大谷关瑞宅邸，在战后成为千台军眷的居住地。2010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后，又历时多年，斥资超过上亿元修复，才重新与大众见面。其实逍遥园其实它的故事性非常强，因为它早期其实是算是日本的皇族大谷关瑞的在台湾唯一的一个算是推广农业的一个实验场域，所以说它其实本身的话，它的而且大谷关瑞也算是个蛮传奇的人物，所以它里面的一些建筑风格，还有里面的陈设的部分，其实在当时都是一个蛮具特色的，而且现在看起来都还蛮有一种和洋混合的一个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建筑形态。高雄今年也首度呼应国际古迹遗址日，串联11处的文资场馆办理文资月活动，展现文化资产的保存成果。去年的话，我们其实是有点像是在中都的时候，我们小试身手就办了文资周的
活动，可是没想到获得广大的回响，所以这次我们扩大办理变成原之月的活动，包括了我们文化资产11个场域，还有各地的部分的做一个响应，所以说我们的活动一直持续了一整个月。逍遥园历经修复工程，重新与市民见面，如今又获得奖项肯定，也再度体现了高雄的文化软实力。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感谢收看6月5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